今日12月13號嚟呢個大榮華酒樓，今日做特賣場啦，今日賣2送1，咁啊我都會上去飲下茶嘅。有好多雞仔餅啊、蛋糕啊，買2送1。啲臘味啊，全部都係買2送1。咁啊，如果住喺元朗啊、天水圍嘅朋友，咁啊可以過嚟買啦。係今日嘅啫喎，12月13號，限3天，12月12號至14號，咁啊睇時間過嚟啊。咁啊時間再講翻更正翻啦，買2送1，限3天，12月12號至14號。咁啊喺附近嘅朋友就過嚟買啦。咁啊錄影翻個認真餐單啦，咁啊自己有興趣就撳停睇一睇。咁下邊有啲小點、中點、大點嘅價錢喺晒度。咁你點燈其實都有啲飯類10蚊，有抵食。呢度嚟緊就係最特別嘅嘢就係推車仔，車仲做緊推車仔，好特別嘅餐。其實真係我覺得舊式嘅點心仲喺度，例如啲臘味包、花生煎醬腳都有。咁嚟咗去茶雲吞，跟嚟咗麻拉糕啦。呢個係大榮華嘅麻拉糕。大榮華先買好大粒，最佳叫佢嚟咗一定要試食。牛肉球大榮華，大榮華就係做呢啲香煎年糕，咁姐做嘅炒米粉。大榮華嘅各類醬汁嘅米芝蓮、蝦星。試下呢個鮮蝦，咁啊炸雲吞啦，睇下可以脆聲收唔收到啊？唔知收唔收到脆聲咧？好爽脆，好甜，嚟咗一定要嗌。我最想食㗎，咁就得嚟。